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初5 M 新闻》，我是嘉豪。讲到今仔日是正月初5，人讲初5假开，真侪人拢准备要回去啊。宜兰往台北的高速公路一直咧塞车，甚至这雪山磅空是塞6公里长。高速公路局也预测讲，可能要塞到半暝啊，这塞车才会变较顺。明仔载是过年连假的上班天，也建议民众要上北利用早起，才会较免塞车。 高港的过年连假就要结束啊！正月初5中昼过了后，对花莲上北的车辆开始来出现，不过也算讲有顺，车速每小时大约是50到60公里。根据南无交通中心的统计，到下晡2点为止，大高线上北车流量已经有11000台。公路总局第4区永和工程处预测，初5上北的车流量会达到今年过年连假私运车流的高峰，规工这个车流量会超过21000台。 今日北上车流与昨日相比较少，警方也将持续在崇德管制站实施双线单线轮流放行。火车订不到了，现在回去人太多。因应这个过年，代替加开花莲台东的列车，客运业者也加开班次。各个上北的路段对早起就开始塞，尤其是宜兰头城的北向路段特别塞，时速只有16公里。雪水磅空北上更加是塞6公里。高公局预估要到深夜车流才来疏解。 截至下午3点，雪隧的北向通过量为26000辆次，相较于去年同期减少9%。高公局预估会持续到隔夜的凌晨1、2点之后才会逐渐疏解。那在西部国道的部分，相关的重要拥塞路段，大概在晚上9点之后就会逐渐疏解。 车老是过年连假最后一天，各个上北以外会有车水塞车情形。高公局预估车流早起9点就会出现，也提醒用路人，所有路段加宜兰头城北向路段对下晡2点到暗时9点实施高行载管制。西部国道方面，各有北上苗栗到湖口路段，也有西里到保盐系统，也有国三北上德山到中兴路段。下晡4点了后，车较济较无好行，建议上北民众多多利用早起的时段来出发。记者综合报道。 咱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40个本土病例，其中桃园的阿旭电脑案有25个人确诊，因是伫咧隔离期末进前来采检确诊的。指挥中心表示，一寡个案对社区影响无讲介大，目前要注意是桃园不流这个群组感染，也有高雄福一旅馆的检疫事件。因为目前疫情也是会当控制，过年了后暂时无要升级拍算，也会看情形来放任部分的防疫措施。 正月初5，国内增加72个确诊个案，包含31个境外移入，40个本土个案。其中高雄港相关传播链增加9例，宜兰饭店相关性增加1例，桃园物流相关增加4例，甲桃园餐厅幼儿园相关的有1例。管乡自贸港区阿旭电脑隔离期末采检增加25例，新增加40例本土个案当中有33例是居家隔离期间验出，并无进入社区。指挥中心分析，所以爱关心是桃园物流公司甲高雄防疫旅馆。 一个后续发展。目前我们大概投以最高的一个关注的，大概一个就是日益公司这样的一个持续的发展。那至于在高雄这个防疫旅馆里面相关的案件，所以这2个案件当然是我目前觉得最应该要注意的。 指挥中心认为，国内疫情目前在掌控当中，在过年了后，各维持积极防疫的强度，也无排除各放量部分措施。另外，对于过年期间南来北往，是不是可能会出现群组感染，这个观察到2月初10。那现在的潜伏期相对的短，那从开始过年除夕1月31号、2月1号、2月2号，大致上大概7天10天左右，那该有要出来的该有可能有染疫的这样的一些症状可能都会出来。那在那时间我们可以初步来观察这个春节期间那是不是有病毒的大量的移动。我们看病毒传播速度紧，潜伏期短，指挥中心正在研究将入境检疫方案为14天减少做10天，但市中证实。 减少检疫是一定爱做，不过确实检疫的天数甲开始的日期也在讨论当中。记者综合报道。高雄伫今仔日有增加10个本土病例，除了1个是对宜兰某一间饭店的群组感染，拖到幼稚园以外，其他9例拢是高雄港群组感染的相关案例。另外，昨昏伫高雄也发生福一旅馆群组感染，市政府也去检查市内79间福一旅馆，也甲另外2间有2位确诊者以上的福一旅馆进行大消毒，带伫遐的旅客全部送到集中检疫所。
环保局人员穿防护衫、找过透早个清消包括群组感染的防疫旅馆，因为市府判断进前感染源无清楚的高中生一家3人，为中国转来爸爸就是伫防疫旅馆感染，伊住的3楼有4人确诊，市府紧急调回工作人员加入去体检。发现相关的这个流行病学的相关之后，那我们就立刻启动我们整个这个清空的一个程序。防疫旅馆包括群组，但今麦下令中心加查79间防疫旅馆，搁针对另外2间有能力以上确诊个案旅馆扩大采检，包含包括群组的旅馆。这3间旅馆总共调回197人，已经采检117人，目前无阳性个案，按过因过年期间无法度马上调回所有人。市府就健康旅馆将人送去集中检疫所。3个人确诊就算群聚，因为这3个都是跟轮船公司有关系。工作人员到基顶讲这种清消，虽然旅馆无增加个案，不过高雄找5医院有10例本土病例，除了一例是大溪一间饭店延伸的幼儿园群组，是确诊囡仔主要照顾者，其他9例拢是高雄港群组相关个案，6例是隔离期满阴转阳，社区传播风险期，另外3例是可能接触者的时阵采检阳性，也对行踪做消毒。19165跟19166这2个个案哈，这2个个案跟昨天我们公布的19131。是同一家人。年假就要结束，疫情也在烧。高雄市府宣布幼儿园延后到14开学，初7开始也为了输注第3期疫苗。高雄港甲造船厂这相关人员开工进前，拢要做第3摆体检，按下无平一场。基定区初6也在基定病院公职宫顶地设体检站，希望在这一波疫情当中，应确保社区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看山来看到桃园伫今仔日增加30个本土病例，其中有25例就是阿旭电脑的案件，也因为是隔离期满采检才验出阳性的，对社区影响就比较较小。不过，这疫苗的相关接触者有增加4人染病，甚至其中1个是5岁查甫囡仔。即马这个市政府也宣布讲，桃园的幼稚园全部延后到2月14才开学。桃园的本土确诊案件，初51日新增加30例，不过其中25例是阿旭电脑相关的。提出隔离期满了后，采检阴转阳，无卡了对社区的防疫压力相对较小。这阵阿旭案总计151人确诊，清零的计划是继续在进行。新增的在集中检疫所这24个菲律宾籍的移工以及1个本国籍移工，基本上都已经匡列居隔，并没有风险。那采检为这个阳性以后，还要进行后续的治疗，也要确定都没有感染力才能够恢复。阿旭电脑案接近收尾，另外新增加的5例，除了1例是指导生产区，也有幼儿园的传播链，4例拢是来自日益物流大岗位的厝内底人甲接触者，包含1个5岁查甫囡仔。就惊这疫情拖到幼儿，桃园市也宣布公私立幼儿园一律延到2月14才开学。因为这一次 Omicron 的病毒，那在幼儿之间很容易这个传播开来，方便让幼儿园跟家长做准备。大概还在新春期间就放假放到2月14号。针对日益物流，初6会进行1000人左右采检，初7也对特殊隔离者来采检，希望赶紧建立防范。另外，桃园的龙潭市场因为有确诊者捌来摆搭休息3天，也设置采检站。这阵市场采检182人拢是阴性。会啊，怎么不会担心？你们去采检？我去采检。市府也公布8月新的确诊者捌去过所在，大部分集中伫大溪区，包含福安宫甲观音寺，另外早餐店甲7-11门市，也有大溪公有零售市场拢在其中。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表里有6位游客昨去到泰安的野溪金门泉撩溪半中途，所有一位妇人人无细里爬落去溪里，惊早起伫水尾所在找到伊的遗体。另外，台铁的左营站暗有一个妇人人也爬落去柜台，伊当时有一个火车要入站，加在伊比伫车高闪过火车，只有一寡皮拍上面。要去取那个失踪者的包包，有那个义警去取。搜救人员沿河堡找到失踪者的牌包，各用所为串落的溪流当中拖回岸边。苗栗县泰兰乡梅树大桥水头大安溪流域，初10下晡有6个游客撩溪要去一个野溪温泉，一个姓郭的人人无细字爬落溪水失踪，朋友赶紧报案，警消联合搜救，初10找到牌包，初5早起伫落水点水尾800公尺的所在找到遗体。
于4日下午2点多，接获民众报案，于梅巷桥上方2公里处有一女性民众失足落水。那本局出动消防人员沿河岸搜索，所以已经有3个人都过去了。他过的时候就不小心跌下去。这是暗时10点，台铁高雄左营站传出一个火人人玻璃铁基路意外材料互区间车弄到，好佳在1米2米铁基路甲月台之间的被车高，只有小可刺伤。消防队到场了后，赶紧将人救出来。我们叫同仁从另外一边钻车底，把这位受伤的妇人搬到火车旁边的避车轨，确认没有危险了，再叫火车倒车，然后再把同仁救出。消防局派出6车15人去救人，护理人性命稳定。救护人员初步处理了后送医。另外，原来区间车旅客拢改坐其他的车。这个意外也造成东正线单线双向通行。详细事故原因还佫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县峨眉乡对昨到今已经发生14届规模较小地震，当地民众也讲，规间厝卖厝是伫咧调共款，互人是真袂放心。气象局的地震预报中心也分析讲，确实较奇怪，不过这地震的情形无变严重，应该是袂发生大规模的震动，也请这民众暂时唔免烦恼。新竹县峨眉乡将个初四一天发生10摆地震，将个初五晚中昼阁发生2摆地震，规模是在2点4到3点7中间。当地有民众讲已经害到心惊惊，唔那真接，也感觉这个害震动的状况，甲过去的地震拢无啥共款。频率这么多，然后加上这个地震是整个房子都会晃弄一声，以前地震不是它是用摇的，这感觉是一阵子。气象局地震预报中心分析，当地连续的地震发生原因无排除甲新城断层有关联。这连续的地震在当地是真少看，一度烦恼会有断层的触动，不过观测滚动的上悬的动度无提悬，而且发生的频率不过再密集，暂时免伤烦恼。在过去也不是没有啦，只是说没有这么多起。那目前呢，看起来到今天早上为止呢，它的活动看起来已经有稍微停了，所以呢，这个之前认为说不排除有更大的地震呢，那我目前大家民众可以稍微放心一下。另外，年假即要结束啊，气温阁转冷，气象局讲受冷气团影响，将个初五开始各地气温的下降，将方面的地区水气也增加。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还是要做好保暖的工作。明天白天开始，虽然气温会稍微回升一点点哦，但是在北台湾整天的温度还是在15度到17度之间。将个初六年假最后一天，冷气团会小可减弱，大台北甲东部也是有一般落雨，中部以南有机会会出日头，不过下礼拜一开工日会阁有方面来报道，天气阁转做无稳定。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甲罗西亚2个国家的领袖因利用冬季奥运对外宣布因会深化战略谈判加能源联盟的关系。另外一方面，美国加北约的国家也同咧进行陆海空三军的安排。头一批大约有1700名美军初时已经到波兰加德国啊。美国和比利时所组成的海空警备队也开始伫咧巡航。因应乌克兰的危机，美军甲北约盟国伫欧洲地区的军事部署行动才伫咧扩大。乌克兰部队初时在西部的亚沃里夫军事基地，以美国所提供的反坦克飞弹发射起这军事装备来进行训练。Ну, звичайно, тільки цієї зброї недостатньо. І ви ж бачите, скільки літаків сіло в Борисполі, і привезли і боєприпаси, і це як один із елементів, але необхідних елементів. Перед цим, ви знаєте, ми стріляли з НЛО, да, ту, що британська сторона нам надала. От, сьогодні, і ще, як сказав міністр оборони, ми ще чекаємо. 北约伫地中海甲阿德里亚海，由美国杜鲁门号航空母舰为首的舰队所执行的海王星打击2002演习，有意大利、希腊、德国甲西班牙海军参加。美国空军的 F-15战斗机甲比利时 F-16战机合作的波罗的海空中警备队也进入爱沙尼亚空军基地来展开巡逻。另外一方面，头一批进驻东欧由美国陆军第82空降师甲第10空降军的伞兵所组成的1700人的兵力，初时陆续到波兰甲德国。华尔街日报引用国防部官员的消息指出，美军台面规模已经增加到12000人。
国务卿布林肯迄天伫华府甲来访的波兰外长拉乌就乌克兰东部俄军接拍的情形，搁再讲到彼此共同的立场。We strongly prefer that Russia choose the path of diplomacy and dialogue, but if it does not, we are fully prepared for the alternative. 对此，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呼吁美国停止相关欧洲的紧张，伊表示美国征兵只是予情势恶化，也显示俄国烦恼讲北约向东来扩张是完全合理。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指控支持台湾灯会伫高雄举办，即届规划爱河甲画布赢两个灯区，而且要甲博智地区甲高雄港接起来，带观众朋友先来去批判一下。民众大力拍鼓，这只八脚鱼的手就发出无同的光线。高雄港边出现这只大海怪。搁来到大港桥，这个比人较悬的花园，有54蕊发光的古吹花，已经成做民众翕相拍卡的景点。今年台湾灯会提早开始，埔里港边装甲真水，其中这件作品台湾人一定真熟悉。闪闪细细的霓虹灯甲招牌，这是台湾街路的风景。是用槟榔摊的风格来做啊，其实在讲的是台湾在很多交界处或城市中有一个发光的城市跟一个发光的绿色灯管，实在代表了一个生活的样貌。这个招牌是台湾暗时的缩影，另外配合灯会艺术展览，打造这个台湾无名战士纪念碑，讲的是替台籍老兵清明的口罩营的故事。这嘛是高雄在地记忆，希望把伊的精神用艺术转化，传承落去。使用了大量的金属的材质，它的特性就是它可以拆解，然后不断的组合，这样。它其实有一点像传统的建教或是 Kigyo， 就是它为了要盖座庙，它就会搭一个临时的祭坛或是一个临时的牌楼，在每次的组合组装的过程里面，让大家去知道这个故事。来到维武营，遮的湖水、山峦甲树仔暗时来看，真浪漫。这个半圆形亲像火烤的艺术地景，其实是红光甲水雾的结合，是澳洲艺术家的作品。另外，伫湖边阁有一大片会发光的花草灯海，嘛有台湾族艺术家打造的光雕风车甲古吹花，充满南岛的美丽。今年台湾灯会总面积有100公顷，是上大的一摆，真侪人趁过年来踅踅，感受灯会气氛。记者邓嘉文、赖伟做高雄报道。台湾文学基地伫过年连假的上尾2天举办文学斗热的市集，邀请无同款的创作者来到这个所在摆摊，要互民众体验到生活当中的文学。免一开啊，高水高喜气的虎年红包就完成了。春节期间出外行搭，也会当那些市啊，那体验文学。有用钢批带入香港异地创作，要用台湾民间团队成正的概念进行的多文创作。文学很多人都觉得说文字是一个比较高的高度，很难去亲近，所以说我利用这个插图以及图文创作的方式，去让更多人可以了解说这个在地的这个精灵是怎么样去运作。台湾文学基地伫年节尾2天举办文学市集，除了文学册本，也有多位文创等等的摊，用丰富多元的方式来产文学到热烈。其实文学就是一种可以跨界的概念哈，它比方说它可以也用文化的图像的方式来做一个呈现。那所以我们就邀请了很多不同的摊位，那也是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去拉近让大家可以很轻易的去接近文学。8天前，这是文馆聚会场合，即阵台湾文学基地也透过讲座导览各种的活动参与，要来彰显当时艺文的体验风潮。记者苏晴曾派文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基隆到新竹对12度到18度，苗栗到云林对10度到21度，嘉义到屏东对12度到24度，
宜兰花莲台东对14度到22度。平湖金门马祖对7度到15度。